你有冇諗過自己都可以透過海外樓投資改變人生？無論你係第一次買樓定係有經驗嘅老手，一齊嚟睇下佢哋點樣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喺 Homes Global Property 專家嘅指導之下，實現佢哋嘅樓市夢想。黃小姐嘅故事。黃小姐係一個香港嘅年輕專業人士，原本淨係有限嘅預算，但佢靠我哋嘅幫助，成功完成佢人生第一次海外投資。喺我哋嘅指導之下，佢喺曼徹斯特揾到一間好舒適嘅細單位，啱晒佢嘅生活需要。黃小姐一路同我哋嘅團隊合作，唔單止成功買到佢嘅第一層樓，仲見證到個樓價逐步上升。依家佢每個月都有穩定嘅租金收入，令佢嘅財務信心大大提升。事實上，佢嘅物業喺2年之內，租金回報率已經去到14%咁高。Mark 嘅故事。Mark 原本喺公司打工，但後來決定轉行，加入咗房地產投資行列。佢參加咗我哋嘅工作坊，聽咗專家嘅分析後，學識咗點樣有效掌控市場。Mark 依家喺澳洲擁有多套物業，建立咗一個好成功嘅投資組合，實現咗佢一直想要嘅財務自由。佢嘅投資帶嚟穩定嘅被動收入，足夠令佢可以無壓力咁環遊世界。John 嘅故事。其實唔少人買完樓之後都會遇到一個常見嘅問題，就係唔知點樣處理物業，係應該賣定係租出去好。John喺利物浦買咗一間幾靚嘅屋，但一直揾唔到租客，亦唔知應唔應該賣出去，搞到好困惑，仲擔心會蝕本。後來佢揾到我哋 Homes Global Property， 我哋幫佢搞掂咗成個物業管理，仲幫佢釋放咗物業嘅價值。佢通過融資2家物業，套現咗13萬英鎊。而每個月扣除貸款還款之後，仲有穩定嘅租金收入。我哋仲幫佢搞掂晒所有嘢，由揾可靠租客到處理租務流程，甚至幫佢每年按通脹加租，令佢完全無後顧之憂。依家John每個月都收到穩定嘅租金收入，仲見到自己嘅投資不斷升值。喺我哋嘅幫助之下，佢終於解鎖咗物業嘅真正潛力。依家佢仲考慮緊喺我哋嘅協助下，擴展佢嘅投資組合。陳小姐嘅故事。最後講下陳小姐，佢喺墨爾本有一間70萬澳元嘅聯排別墅，持有咗幾年之後，佢決定趁住樓市上升，將物業賣咗套現。但係陳小姐對點樣賣樓就唔係好熟悉，唔知點樣開始。後來佢揾咗 Homes Global Property， 我哋嘅團隊幫佢做咗全面嘅市場分析，仲提供咗一個專業嘅銷售策略，幫佢盡量提高買樓價格。最終喺我哋嘅幫助之下，陳小姐成功以一個超乎預期嘅高價喺短時間內賣咗佢嘅物業。除咗獲得豐厚嘅增值回報，佢喺整個過程中亦都感受到安心同支持。Homes Global Property， 助你成功嘅夥伴。買樓成功唔淨係話買咗層樓咁簡單，仲要識得做明智嘅決定，仲有可靠嘅支持。我哋 Homes Global Property 提供全面嘅服務，無論係市場研究、買樓、賣樓定係物業管理，我哋都會幫你搞掂。你準備好開展自己嘅海外物業投資旅程未？留意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或者上我哋網站 www.homesglobal.com 了解更多資訊，獲取專家嘅寶貴分析同建議。記住，我哋以行動說話，將你財務增值嘅夢想一步一步實現。